咁我做咗呢行都30幾年㗎啦，喺剪接度。咁主要就都係剪嗰啲電視劇啊、電影啊，應該叫電視電影啦嚇，或者係 MV 啊，好多即係唔同種類關於剪接嘅嘢都剪過，廣告啊等等都會做過下咯。即係電影嘅誕生係冇剪接嘅，咁其實都係一段以紀錄為主嘅電影最早期產生係冇嘅。咁點樣產生對剪接咧？就係都係可以話當時有啲人係覺得誤打誤撞啦，有啲就係將一啲零碎嘅片嘅菲林砌埋咗，咦覺得幾好睇喎，咁就產生咗剪接呢樣嘢。咁而流傳到而家咁變咗就話呢一樣嘢已經係必然要發生嘅事啦，即係你不論你拍任何嘅短片好、電影好，甚至乎係廣告，即係任何一種關於影片影像嘅嘢，你一定要有剪接嘅。如果簡單啲講咧，就係一個你一定要講清楚故事先啦。先你一定要譬如導演好啊、編劇好，你一定要將你電影嚟講，你將個故事一定要交代清楚俾觀眾先，呢個係一定要第一件事嘅。咁當然你入邊嗰個好多時會有啲人話係個節奏或者成呢啲，其實就係話好唔好睇。但係如果你剪到好似好零碎，但係人哋唔明嘅咧，呢個都係失敗，即係唔可以好花巧。但係你亦可以講到個故事之餘，你亦都可以加插到一個氣氛，帶動到觀眾嘅情緒。呢個咧就係最重要嘅。學習軟件其實係需要啦，一定需要啦。而家一定係電腦嘅剪接啦。咁除此之外就係話如果你係電影嚟呢個範疇嚟講咧，你一定要知道唔同嘅鏡頭、唔同嘅表達。即係譬如我哋普遍啲講，有啲可能叫做close up 一個大頭，咁其實佢可以表達到啲乜咧？如果一個畫面、一段片段冇對白喺入邊，唔同嗰個我哋叫做島啦，或者唔同嘅 shot 啦，佢表達啲乜嘢？你接埋咗之後，已經可以講到個故事。咁呢個就係剪接嗰個神奇嘅地方咯。